又說起從前故事，在訊息內那些字，甜蜜地傳達心意，記起那時沒有碰面與相擁，無懼寂寥或冰凍，陪伴是浮動的心傷痛，偏偏那殘酷秒鐘迎來一份痛，一切現已無言告終，白費力氣愛早化為灰燼，無法制止年月推進，那些片刻快樂與單純，亦於願望裏全然都化空，為各自理想分了頭，可算真？那默契流傳心中，另一雙眼眸漸發紅，在這錯誤時刻碰到，結局是痛。問我今日愉快吧，在那邊是喜好吧，熒幕內仍是中午，這邊晚霞。問到態度變虛假，忙做事前沒有假，逃避着聯繫色彩偏差，終於需要來面對嗎？原來如此害怕，一答話會完全變假，白費力氣愛早化為灰燼，無法制止年月推進，那些片刻快樂與單純，亦於願望裏全然都化空，為各自理想分了頭，可算真？那默契流傳心中，另一雙眼眸漸發紅，就似錯誤頻率已經再不接通。剩了的全無用，愛掉棄於裂縫，在變動裏已早化為灰燼，但我始終仍是相信，那些片刻快樂與單純，絕不會逝去徘徊於晚空，為各自理想分